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金瓜炒米粉，圆圆金瓜倒田园，慢来落地炒米粉，猪肠欠芳呛呛滚，搁有香菇掺肉丝，金黄米粉牵瓜丝，有只感情黏甜甜。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故事第53集，欣赏的是台南的刘惠阳老师所带来金瓜炒米粉。金瓜炒米粉是什么款的滋味？说来去，咱邀请惠阳老师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毋知咱大家对着迄个炒米粉、含米粉炒这个词有怀疑过无？因为有当下囡仔甲我问讲。老师，炒米粉跟米粉炒有什么不一样？咱米粉你去咧炒的时阵，是毋是动作？迄物件还未炒好，叫做炒米粉。米粉炒好，安尼米粉炒，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食材。所以我最爱这个炒米粉，还有米粉炒，尤其这个金瓜，因为我本身嘛最爱食金瓜炒米粉。而且迄金瓜炒米粉是我嫁来这个闽南家庭，我才吃得到。因为足侪人毋知影讲金瓜炒米粉，所以伫这个金瓜炒米粉内底会当讲到咱的这个较早饮食的一个习惯。尤其较早向时啊人，那人客来炒一个米粉，煮一个菜头汤，就足澎湃啊！大家嘛食甲安那。有够欢喜，这就是人情味啦。所以伫金瓜炒米粉，其实这首诗我嘛已经收录伫这个故乡树仔骹的绘本内底。所以讲伫迄本绘本内底，你就会当去回味那种古早的滋味，尤其是阿嬷的手路菜，就是炒米粉。所以米粉炒米粉，伫遮我就特别甲囡仔讲，为什么伊会无同？芡芳咱咧讲芡芳就是爆香这个芡就是顶面是草字边就是草布，然后欠钱的欠这里就是芡。那后来我再想到说，我们以前我们都说勾芡勾芡它就是有弹根的意思。那个意思那个音后来我有去查字典，真正是有芡芳但是芳，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我用芬芳的芳伊个芳开，你看芬芳但是伊里家是用芬芳的芳，它才会有那个香味咱来用迄个拜拜的那个香那个香字的话花香的香，它只是一个名词，比如讲香港它就是没有那个芬芳的感觉。所以芡芳我是用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欠欠钱的欠，然后芬芳的芳，叫做芡芳。那迄个抢棍之前我都用抢就是抢劫的抢不然就是用很强壮的强结果我就问老师讲，你就甲想讲迄水墙啥叫水墙？瀑布那个水这样冲下来，它才有冲力啊！我抢落来迄涂骹拉上用水给它抢过去，一看很热闹而且迄冲力所以我用冲水的冲伊就是咱咧讲的瀑布的水墙，就是那个冲，用那个水3点水中间的中迄个抢滚，就是冲滚滚水的滚来还有迄个
哦，黏梯梯，吼，迄个黏吼就是黏嘛，啊梯梯我就是用米梯吼，正边是离开的离的那个左边，嘿，倒边吼，啊，所以正边是迄个麦啊的麦吼，就是咱咧食米梯的迄个梯吼，那个字一样。而且吼，我特别要佮讲一个迄个参肉丝的参。好，提手旁，然后那个跟1、2、3的大的国字，好，这个参，好，参肉丝的参，它是有合存的，好，伊的参跟参加的参，好啊，但是咱咧讲参肉丝，很多小朋友都会变参，好，它是没有合存一起参肉丝，好啊个参这会，它有用手，然后把它掺杂在一起，所以我特别很喜欢这个用字。圆圆金鸡倒田园，晚来落鼎炒米粉。金鸡有特殊的口感，嘛有一寡重要的功效。说来去，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做一个讲解。金鸡，咱一般叫伊南瓜，啊，嘛有人讲伊叫做饭龟，吼。伊的原产地是墨西哥、瓜地马拉。伊伫咱台湾吼，各地拢有人种，啊，规年通天拢有人种着这个金龟。但是伫咧11月到1月这个时间来种是上好的时间，吼。这个金龟伊规粒拢会当食哦，吼。伊这个肉就是讲伊的皮、伊的肉拢会当食，甚至讲伊的籽嘛会当来食。一般咱拢会摕来煮南瓜浓汤啦，吼，啊，嘛有人摕来做金鸡饼啦，啊，煮火锅的时嘛有人用，啊，这个籽佫会当甲伊牵塑了做零食，对吧？咱伫咧过年过节的时，拢有人伫称鸡子。啊，然后就是讲，咱若是金鸡花。伊嘛有伊的功效甲作用。一般金鸡花伊会当消炎，佫会用增强体质，保护咱的心脏，会当清热消肿，佫会当提高咱的智商吼。啊，所以讲金鸡的花蕊是会当食的哦。金鸡花伊的营养价值就是讲，伊上悬的部分就是伊有花粉。啊，伊这个花粉伊有真侪氨基酸、糖类，啊，佮维生素 B 甲镁类。金鸡花的花蕊，伊口感无好，伊有一点仔苦味，所以咱一般若是要食金鸡花，拢会甲迄个花蕊的所在，拢会先甲这个花粉吼。有的人会感觉有带一点仔苦，爱甲伊洗吼。其实这安尼就拍算掉啊。啊，但是咱要食嘛爱注意哦。一般人拢惊即个芳仔顶，所以拢会甲伊雾药啊。所以若是要食即个金鸡花的时阵，就爱注意吼。啊，搁来就是讲金鸡花吼，是囡仔甲老人的真正理想的天然的保健品啊。毋是逐个人拢会当食，因为有的人对着花粉伊会过敏哦吼。所以讲，若对着花粉过敏的人，伊就毋好食即个物件。啊，金鸡花伊煮的时间嘛袂当煮伤久，啊无伊的营养素会去流失去吼。啊，咱一般讲咱要食金鸡花，咱爱伫咧透早的时间来甲伊焖是上好的。过来就讲，吼，即内面讲到的是讲到金鸡米粉，所以咱来讨论即个金鸡。但是吼，咱毋是干那会当煮金鸡米粉，嘛有人煮金鸡饭。金鸡糜吼，因为伊的营养素真悬，而且咱即卖的品质拢真正好，伊的淀粉嘛真正悬，所以有的囡仔吼，小 baby 抑阁无法度好食饭的时，伊会食金鸡，吼，这是一个营养素真悬的食物。圆圆金鸡倒田园，晚来落鼎炒米粉。煮汤欠香强滚，搁有香菇掺肉丝，金鱼米粉牵瓜丝，
有这感情连天天。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刘惠阳老师写诗，关秀品讲解字的文字，府城小花蕊的小麦评为吟诗，曾文溪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